把他们轰出去！你们哎呦，老师傅，行好吧？我们当家的好几天没吃没喝了，求求您好心施舍吧。我饿呀！无量天尊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就只当是做一件好事，积点阴德。那边桌上还有剩饭剩菜，你们赶紧过去吃吧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哎呀，当家的，有东西吃了啊！哎呦，来，当家的，来，吃，真好吃，好吃，快吃！我命苦啊！当家的，你怎么了你啊？这不全是吃的吗？你还命苦啊？这不满桌的饭菜吗？饭菜，除了饭就是菜，这点肉丝都没有。这几天做法会，为了保持对神佛的敬意，大伙都吃斋，没有肉。没有肉，那怎么行？哎呀，没有肉我吃不下饭。你什么你啊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你买得起马，你配不起鞍。你既然请别人吃饭，就要有诚意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肉，哎，你手底下不是那么多人吗？你赶紧派人买肉去。我好心给你们吃，你们竟然挑三拣四，还问我要肉吃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些饭菜，我宁可拿去喂狗、喂猪，也不给你们这些人吃。来人呐！来，把他们轰出去！当家的，你什么态度你？岂有此理啊！不让我来，没有肉吃，以后你请我来我都不来。瞧瞧你们这副德行，好手好脚的，硬是上街要饭，你不觉得脸红？不觉得丢人吗？你要是有孩子，啊，让你的儿女们看见你们这副模样，以后怎么样抬头做人呐？我好心施舍你们，你们居然还这么不知好歹。你们的儿女们要是知道有你们这样的爹，一定会无地自容，一定会感到羞耻。觉得有你们这样的爹，一定是他们最大的不幸。哼，滚吧！这下好了吧？这一瞎折腾，别说吃的了，连味儿都闻不着了。当家的，我们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的？你说你要饭吃还挑三拣四，吃什么肉你？当家的，求求你了，就别摆谱了，行不行啊？不，刚才那个老头说的对，海蒂要是看到我当街要饭，他一定会觉得很难过，他一定会觉得有我这样的爹是他莫大的耻辱。当家的，那你就是宁愿饿死也不去要饭了？当然，有志气，你俩去。好。什么？不过记住啊，剩菜剩饭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，一定得有肉。还想吃肉啊？这是原则问题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做人的原则我不会轻易改变。如果没有肉吃，我宁愿饿死。这些银两够你们吃的吧？师傅。哎，师傅，你是不是也没吃饭？跟我来。好，来，走。要你们赶紧离开无锡城，为什么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？冬晴姐，我们放心不下你。冬晴姐，我们想帮助你。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想帮我，谈何容易？该想的法子我全都想过了。可是连水路码头都封了，想要出城，比登天还难。一般人当然是不行了，但是你是谁呀？
冬青姐，我有一个妙计，保证你啊，在出关的时候，那些官兵都躲你远远的，绝对没有人敢搜你的身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红花粉，这种东西只要遇见水，就会立刻变成像血一样的。等你出关的时候，只要把它放到嘴里，不就行了？冬青姐，你放心，我和莹莹保证平安送你出关。魏姑娘胆识过人啊！你居然敢主动找上门来，不怕我杀了你吗？说老实话，那天你要是杀了我，是死无对证。可是今天就不同了，这光天化日的，有多少人看到我进来了？你说我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？魏姑娘果然不同凡响啊，佩服。那你今天是想？我想跟你商量点事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无锡城上上下下都是你的人。我要是不想死在这里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来找你。魏姑娘还是识大体呀。可是依照你现在的处境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就凭我能帮你抓到叶红影和杨冬晴。什么？我这个条件该够资格和你谈谈合作了吧？哼，你不要拿我当3岁的小孩子。叶红影是你的心上人，你现在帮我反过来对付他？哦，你是不是又想出什么新花招来对付本府啊？啊？你可以怀疑我的诚意，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人是会变的。以前我是帮着叶红影，但不表示现在将来我还会继续帮着她。反过来说，以前我是总和你过不去，但也不表示今天明天我还会和你针锋相对。什么？你要我回头再去找那些神棍奇童？三清道观将要举行法会，我听当地的百姓说，法会的当天，信徒会将神像请下，放在神教之内，抬出城外，接受城外的百姓膜拜。我要你去打听清楚，神教确切出城的日子以及时辰。师傅，您这次交代的这个任务，未免有点太难了吧？怎么，你不肯？哎，师傅，不是我们当家的不肯，是他不能。师傅是这样的，之前我们去那道观，那个老道士给我们饭吃，他嫌人家饭里没有肉，找人家要肉吃，结果就把我们轰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哪敢再去呀？可这是我唯一出城的机会。师傅，您不是在朝廷当官吗？而且我还亲耳听到过那些官兵都叫您千户大人。既然您都是大人，想出城还不容易吗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这次我要是出不了城，就无法证明我的清白。哎，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您真犯了什么事儿，让官府抓您呢？放屁！怎么跟师傅说话的啊？你懂什么呀？那官场上都是勾心斗角，像师傅这么忠厚老实的人，肯定是被冤枉的。是被冤枉的，是被冤枉的。师傅，您放心，为了证明您是清白的，您的宝贝徒儿我决定豁出去了。我待会儿就去给您打探消息。这次事关重大，绝不能再走漏消息。